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有一个小吃达人、小食面的专家，伊观察到台南的牛肉汤来出名。伊为着要来拍破着啉牛肉汤爱到名店的迷思，所以伫咧旧年做大纸，面顶写讲要食一碗牛肉汤就爱排队，这对台南人来讲是侮辱。伊做这款的大纸，摕去搭伫咧滚仔间不止啊出名的牛肉汤店的附近，结果互甲告了。有一间牛肉汤的名店，以业绩落降为理由，甲告妨害名誉。即卖台南地检署当咧侦办。新鲜现热的牛肉，南控真过汤头，好食的牛肉汤是真侪游客伫咧台南会食的好料理。知名牛肉汤店常在是百家乐乐堂，一个去观察台南牛肉汤出名先生周小军，去年就制作一款大纸，顶面写排队啉牛肉汤是台南人见笑，搭伫咧真侪间面店附近，而且个安尼讲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在台南生活那么久，你还要半夜1、2点去拿号码牌，6点再爬起来，那已经不是台南人的作息哦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你就是台南人之耻。伊认为排队排上久会互本体具的肉质变歹。台南有300-400间的牛肉汤店，排队时间会当去食北京，唔免排队点批。结果即马封告啊！收到传票去台南地检署问讯，笑讲先怎啉一个牛肉汤，会当啉到封告。不是我意外而已，是连法官都很意外。法官就边笑边问，他就说：“你是真的有经营一个粉丝团，叫我要说服台南牛肉汤吗？”我觉得法官应该也蛮困扰的。另个妨害名声的是中西区的一间牛肉汤面店，今仔日无开门做生意，不哩个北京牛肉汤的业者就来讲出的想法。现在做生意都蛮难做的啦，然后你贴这张贴纸，对于业者的伤害真的是无法比喻啊！是妨碍名誉，它本身构成要件，主要是要针对特定的人。那当然，他在张贴贴纸的过程中呢，并没有针对特定的店家。律师认为无针对性宣传的理念应该无算犯罪。张小军是讲，审理的过程一旦店家提出相关证据，那真正让对方的生意变歹，卖关于出面毁失的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